金五架，下午即将步行30公里前到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坤到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开班，心意义和，爱想单位，4月份起为班。班开始，向无脊梁步行30公里，前到立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坤到立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恭请无前指飞。恭请目前直飞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目前